哎，你看，妹妹书先来啊！讲对伊有意思哦，又搁生气啦。若无意思，是安那逐工安尼接送啊，骗鬼！就讲伊也无翁啊啦，有遐尔缘投的人约，实在是做面子的呢，哪得摇几家世？不过之前拢是吴清风来，即马拢接，是毋是？甲吴清风办啥？换我吼，我嘛要跟一个。无你是食饱来靠腰，若是跟我袂讲，我会毙命啊！就歹。娶我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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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啊无你哪遮生气啊？娶我啦！莫对我啦！娶我啦！再讲一个。美丽啊，娶我是安怎？你倒位抓着伊啊？我面相哪歹看？我嘛唔知。哟，这两个怎啊是安怎？伊中表面过。哇，怎么样？这辛苦啊！然后做伙来洗身躯咯。这孤单的啦，唔免甲招啊！你将来都唔爱甲咱做伙洗身躯的啦。以前哦，报洗做敢若无共款，怪款，行。卖菜云啊！你是安怎？我是毋是有做啥物代志去得失着像我啦？你哪能问啊？伊就雄雄唔插我，嘛不爱甲我讲话。阿豪，美惠，查某下咧，给我。阿豪，美惠啊！你敢唔李小姐？你哪会来啊？我顶下就来过啊，啊，不过来的时阵你拢无伫咧啊。伊即摆伫卖报，我伫家斗卖。啊，你敢唔是千金小姐？咱在卖报。小兵啊，大嫂，阿嫂，我说的。啊，你哪会来？啊，囡仔衫我做好啊，爱人咧。啊，袂有靠伫咧老的啦，啊，头一嘛传去到报得去啦。安尼哦，无紧啦，啊，无因等来的时阵回去先看卖。大个真有缘呢。系啊。好啦，时间无早，我先来等哦。哎呀，老来食饭啦。免啦，阮倒三卡上咧等我等你食饭。我等我出去，我送你。老我说你，好。这小囡仔哦，实在真甘心呢。因后要事业失败，伊嘛是安尼唔惊艰苦，四界奔波地斗趁钱。是讲伊唔是一个大兄，那无出来甲找斗相共啊？这我就唔知影咧。你若是为山迄边来哦，我捌去过呢。阿豪，美惠啊！你敢唔李小姐？你哪会来啊？每礼拜六暗时9点，鼓励。你咧想你啥？这小囡仔哦，实在真甘心呢。因后要事业失败，伊嘛是安尼唔惊艰苦，四界奔波地斗趁钱。林姐，不错，出去啊？出去买一寡物件，感觉店无开哦，实在足无方便嘞。哦，来啊，恁两杯啊。好啊，
今日是安怎？就天气冷冷啊，是讲恁两陪啊，较好困啊。来，我明日啉伤济哦，我明仔载倒袂报。啊，对啊，我听陆天讲，伊即马甲一个姓李的查某囡仔咧替斗袂无？伊是阮二兄的查某朋友啦。阮二兄即马无伫哩啊，我迄个责任甲伊斗3工保护伊。你毋知哦，一个查某囡仔一台3轮车，步在世界去做生理，实在足无简单的呢。敢讲因厝的人拢袂烦恼，伊一个查某囡仔安尼世界咧奔波？嘛无法度啊，因老爸生理失败，规个人足失志的，逐工拢伫厝诶啉酒。因老母原本是一个头家娘，即摆卖去遐囡仔斗卖海菜，斗趁钱，无较坚强的，嘛无法度啊。你是安那？你流目屎啊？无啦，头，就听你安尼讲，就感动啦。你心肝嘛足软的呢。人哋讲，人知天清知，恁二兄都无伫个啊。你甲遮尔照顾伊，你真是足有情有义的。来，我给你。你若特别关心小便代志啊？你若无熟悉啊？无啦，无啥物特别关心啦。哦，好啦，你莫啉伤凶啊，我先等下休困。恁有发现无？李明迪甲树仔啦，敢若咧行咧。你嘛有感觉哦？我记得是我家己咧黑白想的。想讲伊甲清风毋是当咧行，哪有可能搁斗一个呢？拜托个，树仔啦知影金兰啊咧甲伊清风啊，哪有可能搁金兰啊抢咧？哎呦，你莫伫遐后面讲话好？咱大家熟悉遮尔久啦。啊，树仔是啥物款的人？恁敢毋知影？啊，我嘛是听遐个人讲的啊。啊，因讲甲有影有只，啊，而且两个人搁常常做伙出入，安那看嘛无正常。啊，伊遐个人的嘴哦，就敢若鸡母尻川的啦，讲放就放啦。安尼话若是会听哦，够使就食。搁再讲啊，树仔啦，即嘛无翁，啊，还阁少年呢，啊，阁找一个，啊是倒咧毋对啊？安尼讲是无毋对啦，只是伊翁了过身无偌久，感觉总是怪怪。好啦好啦，莫讲啊，等下去哦，树仔甲本水听着就毋好，紧去做事，紧去做事，来做事。小等下啦，你是毋是因为别人讲嘢话，你这样插我？我已经知影，佮对来要创啥？我只是想要甲你讲，我对你只有感谢到尊敬，无别种想话你放心啦。问题毋是你安怎想，是别人安怎想。咱若根本无啥，哪会插别人安怎想啦？这款闲话对恁查甫人来讲，是学到你风流有才调。啊，不过我是查某人，一点点仔唔对，就有人讲甲无面无皮。讲安尼讲落去，我是要安怎做人啊？刚讲咱的朋友就免做啊。我知安尼对你来讲真无公平，啊，不过请你替我这个酒馆查某想看卖。是的，
今日要14收入比爸母较济咧。哎，陈文亚，你要倒？找小我啦，做转去啊。啊，后脚甲飞机拢向掠去啊，我想你就无需要陪啊。安尼讲嘛对啊。哦，好呀，真呀，真啊，恭喜！好呗，多谢。明爹，请好。啊，我阿爸等伊这段时间，互恁照顾真多，真多谢。你伫细声，换颠倒，唔知咩用啊。后壁，啊，你今仔日做工一定爱陪咱饮一杯啊。后壁偏些就好啊，阮代替啉啦，代替啉。真正请我啉一世人，我也唔知影啥物味哦。青花，你答应过我的代志，你爱记啦吼。后壁啊，你转来啊！青花这是你亲嘴甲我讲的。张伟啊，你是答应好壁啥？你讲话爱守信用哦。袂啦，真好，遐上守信用的，讲出来话绝对做到到。金红呀，不错，阿叔，我要唱好啊！嘉世，我会当去买糖醋苦力啊！文处，什么问题吼？没问题啦，这样诶。来，你签名交过来哈。金龙姐，啊，你是要来找青龙兄呀？啊，伊在后边啊。丽嫂，